好多人問我，生活係咪一定要2揀1？但對於我嚟講，生活一直都有 A、B 面，佢哋睇上去好似唔同，但其實都係我。有時候上晝仲喺香港開工，下晝就已經嚟到珠海打golf。原來兩座城市之間比想象中要近得多。原來換一個節奏根本就唔使走太遠。平時我鍾意城市帶嚟嘅高效率，假日我更加想將時間留返俾自己。日子可以好快，亦都可以好慢。無論係邊一種節奏，都令我過得超級自在。有時候都鍾意熱鬧啲，行街睇 show，享受都市一應俱全嘅方便。有時候又想安靜啲，靜靜咁樣坐喺度吹下風，睇下風景，已經好滿足。香港有好多熟悉嘅味道，一間經常去嘅餐廳，一餐團圓飯，全部都係親友嘅牽掛。而呢一度更加似係我一個私密嘅據點，約3、5知己聚一聚，將平時冇時間講晒嘅嘢，可以慢慢喺度傾完。又或者一齊出去釣下魚、打下波，總之每一樣都令我非常之享受。你哋成日問我點 keep， 答案就喺呢度咯。以前成日都覺得生活需要係唔同嘅選擇之間取捨，後來先至發現好嘅生活從來都唔需要揀，而係喺每一種鍾意嘅生活入面都玩到盡興。生活有 A、B 面，我更愛湖光果嶺、保利天王。